美国国务院周四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说，一些国家在打击人口贩运问题上缺乏行动。报告继续把中国列入表现最差的第3类国家的名单，称中国有普遍的强迫劳动的政策或模式，尤其是在东突厥散地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过去4年来，中国对东突厥散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进行了大规模拘留和政治关输行动。在东突厥散，政府是人口贩运者，当局使用人身暴力、强制吃药、人身虐待和性虐待以及酷刑等威胁手段，迫使被拘留者在邻近或外面的工厂或工作场所生产服装、太阳能设备和其他再生能源部件的材料。这些商品正在进入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家庭。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英国首都伦敦，东突厥散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压迫、同化和种族灭绝行为。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政府想把这一事件作为世界的伟大胜利来庆祝。遭受了21世纪最大的种族灭绝行为之一的东突厥散人聚集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活动人士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停止种族灭绝”、“对种族灭绝说不”和“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等标语。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与此同时 ，H&M 集团的全球业务恢复盈利，但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出现大幅下滑。据报道，周四的销售报告是 H&M 第一份包括3月下旬以来销售情况的报告。当时在 H&M 对中国在东突厥散地区的强迫劳动指控表示担忧几个月后，该公司突然成为中国人抵制的目标。北京方面称这些指控是谎言，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和社交媒体账号激起对 H&M 的愤怒。H&M 从中国电商网站下架，在地图应用程序中消失，一些实体门店也被业主关闭。该集团首席执行长赫尔墨松表示，目前中国内地仍有约10家门店关闭。他拒绝进一步评论中国内地市场，只是说就中国而言，情况仍然复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7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就是一个世纪的种族灭绝，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共那样杀了那么多人。7月1日，中共在北京隆重庆祝成立10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讲话中说，我们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也没有压迫过别人，没有奴隶过别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诺尔·图凯尔也回应了习近平的话，建立了纳粹时代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集中营，在工厂和流水线上奴隶维吾尔人的习近平在撒谎。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审议一项全面反制中国的法案。法案提议为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申请美国难民庇护开启快速通道，但共和党人批评该法案的反中力度还不够。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今年5月推出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英法。米克斯在星期三下午召开的审议会上说，英法范围广泛，在人权问题上尤为突出。这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出台的保护维吾尔人最深远的法案，米克斯说。